来看屏东的小琉球是按算要投入3000万的经费来改善看诊的环境，让当地这卫生所会当亲像小型的病院。 替时大借电工检查肺部状况，嘛有医生替居民抽血做检验。屏东的小琉球人口大约12000人，加上逐年破100万的观光人数，当地看诊的数量一年大约3万人次。为着消透愈来愈多医疗需求，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，增加健保琉球乡医疗给付计划，配合大病院医生，增加医护人力，落实在地医疗。以前我是介行通路行，阮这个主治医生伊咧甲我鼓励咧甲我讲伊要甲我做。什物件出来，佮再甲阮做迄图片摕来解释互阮听，这是为了什么所在，这有要紧，这无要紧，所以阮非常的感谢阮卫生所在医疗的医师护士。 英国居民若要做胃镜，就要专工坐船转来本岛。即马伫卫生所就会使检查。卫生局讲，人力部分，医师和护理师增加2名。目前在地医生有加医科2名，急诊1名，胸腔内科1名，和气科1名。加上支援的医生，整体医护人力提升到大约40个人，互休困日和暗时拢有够。 就整个琉球卫生所的室内环境空间再加以改造，再加以升级。县府表示，除了提升医护卡手，未来会投入3000万的经费，进行卫生所地动补强和内部整修，希望卫生所会使亲像小型的病院，让小琉球的居民会使有更较完整的医疗资源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